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Don，今日係財政預算案特別篇第2條，今日講負扣稅。咁呢條片係集中俾諗住喺墨爾本買地起屋或者做投資嘅觀眾嘅。咁呢個新政策對你有咩影響？如果你有睇過上條 CGT 條片咧，咁你就知道新政策對買樓影響有幾大啦。今日呢條咧我就會講下持有物業期間點樣用負扣稅嚟慳稅，同埋新制點樣改變晒呢個遊戲規則。影片內容唔係理財建議，亦都唔係投資建議，詳情請諮詢你嘅註冊會計師同埋稅務代理。咁首先講講現時情況啦，負扣稅即係 negative gearing 咧，係指你嘅投資物業每年嘅租金收入咧少過你按揭利息同埋其他支出，即係每年蝕錢。而呢個虧損咧係可以用嚟抵消你嘅人工或者其他收入嘅，即時減少你當年要交嘅稅。而家無論你買新樓定舊樓咧都可以用。咁第一個情況，舊制買二手樓，而家租緊嘅就係假設你年薪15萬買咗個二手樓，每年租金3萬蚊啦。咁按揭利息咧加埋支出係5萬5，即係每年你蝕緊2萬5。蝕咗呢2萬5咧，你可以直接從你嘅人工度扣嘅，即係15萬減2萬5變咗12萬5啦。咁按照37% 稅率咧，你當年要交嘅稅咧就慳咗9250。咁即係政府一年幫你補貼咗差唔多成萬蚊，持有成本咧就會大幅降低。咁情況2就係新制，你一樣買二手樓，27年7月放租啦。咁買二手樓嘅負扣稅咧已經完全變晒啦。同樣15萬年薪，你每年蝕2萬5咧，新制之下呢個虧損唔可以抵消你嘅人工收入。淨係可以留喺佢到你有其他投資物業嘅時候用，或者到賣樓嗰日先扣。即係話你今年蝕咗嘅錢冇辦法即時慳稅，現金流嘅壓力咧即刻大咗，因為你仲要照供按揭，但係政府咧唔會再即時補貼你。第三個情況，新制你買新樓或者空地起屋啦，咁啊一樣15萬年薪，每年蝕2萬5，但因為你買新樓或者空地起屋咧，新制你嘅新起物業咧完全唔受影響，照樣扣人工，15萬減2萬5變咗12萬5千。你當年嘅稅咧，照樣慳咗9250嘅。咁同樣嘅投資金額，同樣嘅虧蝕，因為係新樓咧，每年就多咗1萬蚊落袋啦。咁呢個制度下，空地起屋嘅優勢就係負扣稅可以即時生效，即時慳稅，現金流更健康啦，就唔係好似買二手樓要等，唔知等到幾時先用到。第二個就係 CGT 嘅選擇權，買入賣出2個階段，你都有更好嘅優惠。咁總結就係新制之下咧，買二手樓投資咧，無論你持有期間或者賣出咧，都有一筆費用。起新樓咧就兩頭都有着數。負扣稅同 CGT 咧就係政府用稅制嚟引導市場嘅兩把刀，即係鼓勵空地起屋帶動市場，所以空地起屋投資咧會係今次改革嘅最大得益者。咁下一條片咧我會講埋祖庫條款，睇下你而家持有嘅物業會點樣受到保護。